觀眾朋友你好，我係羅賓，好多謝你收睇《古今漫遊》。楊定一博士作為研究生命科學嘅世界頂級科學家，一生經歷咗好多奇蹟。佢對佛陀舍利子嘅研究後，感嘆咁樣話：我哋喺釋迦牟尼開悟嘅2600幾年之後，係唔係仲係冇走出佢嘅手掌心呢？有一日，佢睇到民國高僧虛雲嘅照片，不由自主咁樣盤腿打坐，深度入定咗整整嘅一個夜晚。而呢一夜帶俾佢乜嘢嘅神奇體驗呢？如果你對一個7歲嘅細路講高等物理學同埋數學嘅知識，呢個細路一定會俾你嚇走噶啦。而楊定一博士唔到7歲就將佢爸爸書架上面嘅書全部都睇咗一次。佢嘅父親係大學教師，電子方面嘅專家。書架上面所涉及到物理學同埋數學嘅書籍，一個唔到7歲嘅細路居然睇得津津有味，一啲都唔覺得晦澀難懂。楊博士回憶起佢細路哥讀書嘅方式，大家聽起嚟亦會覺得好奇怪噶。佢中意同時睇好幾本書噶，咁樣具體佢係點樣做到嘅呢？就係將要睇嘅書全部打開，放喺台上面，或者放喺屋入邊嘅各個角落。佢就咁樣一邊走一邊睇，走到邊一度就睇幾頁。佢能夠同時閱讀6本甚至更多嘅書。如果一個普通人咁樣轉住圈去睇，好容易就會睇暈啦、睇暈啦、睇錯行啦。但係楊博士唔會喎，而且仲睇得好專注添，絲毫冇影響佢嘅閱讀同埋記憶。如果碰到一個問題，佢會一個人呆咗好幾個小時，直到揾到解開問題嘅答案為止。有一次，佢無意之間發現自己仲有一個特別嘅技能，連佢本人亦感到好驚訝噶。係乜嘢呢？就係如果佢將手放喺一本書上面，仔細體會呢本書裏面寫嘅係乜嘢，基本上每次都會猜得啱噶。有啲時候，佢將書放喺枕頭下面瞓一覺，第二日發現書入邊嘅好多嘢，佢自然就明白咗啦。佢有咁樣嘅技能，難怪有人講楊博士有特異功能噶。美國有一位預言家叫做愛德加·海西，俾大家稱為沉睡嘅先知、睡着嘅預言家。海西喺1877年出生喺美國肯塔基嘅一個農莊，只係讀到8年級就退學啦。佢對於醫學係一竅不通嘅，亦冇讀過有關解剖學嘅著作，但係佢就能夠喺催眠狀態之下，用解剖學同埋醫學嘅術語做出診斷，同時仲俾出治療方案，而且治療效果非常顯著嘅。天才科學家特斯拉亦係一樣嘅，佢經常喺睡夢入邊構思實驗同埋公式。佢仲有一個頭銜叫做未來學家，就係研究人類社會嘅演變同埋地球嘅未來。喺佢嘅眾多預言入邊，好多都實現咗啦。比如特斯拉喺某某年預言人類會爆發一次毀滅性嘅大災難，同時預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會持續4年，到1918年12月結束。事後證明佢嘅預言同埋實際嘅結束時間只係相差咗5-6日嘅啫。特斯拉仲預見咗2次大戰之間將會有20年嘅和平，之後第2次世界大戰按時爆發。佢仲講過未來會有電視機、自動駕駛飛機、汽車、無線能源傳輸等等。事後證明特斯拉嘅預言最終都實現咗啦。由於特斯拉嘅思想太過超前，佢曾經一度被人懷疑到底係唔係我哋呢個世界嘅人。楊博士將天才科學家特斯拉當成佢自己嘅偶像，佢認為特斯拉嘅眼界遠遠咁樣超過愛迪生同埋同時代嘅科學家。但係特斯拉特立獨行，遭到同行嘅妒忌同埋排斥。而楊博士喺某啲能力簡直可以話同海西、特斯拉相媲美㗎。楊博士話自己每次去圖書館借書，一次要借幾十本㗎，用一個大袋裝起嚟孭返屋企。圖書管理員好好奇，睇佢年紀細細，每次借咁多書，到底睇唔睇得完嘅呢？有一日，管理員見佢又嚟啦，
隨機測試咗一下，驚訝咁樣發現佢真係能夠記住書入邊嘅內容，仲能夠講出唔同作者嘅思路，簡直係太神奇啦！楊博士話自己長大之後，慢慢咁樣明白咗，其實任何信息本身就係螺旋槳。佢話宇宙入邊有一種無所不在、阻力最小、能生出萬事萬物嘅力量，佢稱佢為螺旋槳。嗰啲知識透過呢個槳直接滲透到佢嘅心入邊，佢覺得呢啲嘢一啲都唔玄噶，其實係好科學噶，而且用科學嘅道理完全可以解釋清楚噶。大家將呢一種能力定義為特異功能，而楊博士則認為呢啲其實一啲都唔特異，明明係最自然噶，只係人類受到感官同埋肉身嘅限制，反而認為呢啲能力係超自然噶。楊博士經歷咗好多神奇嘅事，促使佢不斷咁樣打破常規常理。佢從細就意識到人類生活嘅呢個三維空間並唔係世界嘅全部，仲有好多嘢隱藏喺更深嘅層面，唔係我哋嘅觀感能夠睇到同埋感受到噶。佢仲話我哋人類感受到嘅呢一個世界同埋時間，只係我哋大腦嘅幻象。楊博士從細就經常喺腦海入邊出現一啲片段，好多係同宗教有關嘅。佢確信嗰啲唔係一生一世嘅記憶，具體係點樣嘅一回事，佢亦唔知道。有一次，一位朋友帶大家做催眠，隨住催眠師嘅指令，楊博士仿佛睇到咗自己嘅嬰兒時期。當催眠師講返到出世之前，呢個時候，楊博士腦入邊嘅畫面突然變黑咗，跟住眼前浮現出一位男士嘅後腦。呢一名男子企喺海邊，當佢慢慢轉過身嚟，楊博士睇到佢嘅眼入邊充滿咗慈悲，身上面着住教會嘅衣服，胸前掛住一個十字架。呢個時候，楊博士忽然感受到一道光從佢嘅心穿過，頓時間佢嘅眼淚流咗落嚟。佢心入邊非常確定，眼前嘅呢一個人就係佢嘅前世。喺催眠入邊，一瞬間佢就知道咗嗰一世嘅全部經歷。有啲時候佢會喺睡夢入邊或者跑步嘅時候，腦入邊就會回閃前世嘅畫面，從幾秒到幾分鐘不等。就喺短暫嘅回閃入邊，佢能夠瞬間掃描到嗰位前世嘅佢嘅嗰一生。楊博士20歲嗰年，有一日喺紐約街頭，佢偶然走入咗一家書店，無意中睇見一本書。佢首先睇到封面上面嘅老人，突然定住咗，眼淚奪眶而出，不停咁樣流落嚟，好似好早就認識嗰位老人一樣。佢拎起呢一本書睇咗一下作者嘅簡介，封面嘅老人叫拉馬羅馬克希，係印度嘅一位大師，係探究真我嘅覺者。拉馬羅在世嘅時候，雖然受到咗上千人嘅崇拜，但係從嚟佢冇收過任何人嘅禮物。佢對待所有嘅人都係一視同仁咁樣抱以尊重嘅。楊博士將手放喺書上邊，突然間就體會到呢位老人喺度講乜嘢，唔需要閱讀就已經完全理解咗拉馬羅想要表達嘅內容。有人會認為楊博士一定係讀咗唔少呢位印度大師嘅作品。楊博士話，其實我一本都冇讀過，就係嗰次睇到拉馬羅嘅相片，嗰啲思想就不可思議咁樣印喺自己嘅心入邊啦。楊博士認為自己嘅某一個前世應該係呢位大師嘅弟子。嗰次喺書店入邊睇到拉馬羅嘅相片，可能就係今生嘅一次重聚。楊博士出生喺台灣，但係佢6歲以後就喺巴西長大，佢從嚟冇接觸過佛教。有一日喺書店入邊，佢順手買咗一本《六祖壇經》，睇下睇下，眼淚又忍唔住流咗落嚟。神奇嘅係，佢居然升到天花板上面俯瞰下面嘅自己。楊博士話，喺靈魂出竅嘅狀態之下，佢對宇宙係點樣嚟嘅有住自己嘅感悟。佢話地球上有數不清嘅文明，好似瞬間就從佢嘅眼前劃過。佢意識到我哋宇宙嘅一切都係一個好大嘅幻覺，我哋大腦思考帶嚟嘅唔係解答，而係限制。
透過學習現有嘅知識，其實係根本無法解答生命更深層嘅問題。嗰啲如夢如幻嘅體會，令到楊博士產生咗想要出家嘅念頭。有一日，一個朋友送俾佢一本書，打開書，佢睇到咗一位老先生嘅相片，鬍鬚好長，頭髮亦都係好長，安靜咁樣坐喺嗰度。楊博士嘅眼淚又一下子忍唔住湧咗出嚟。呢位老人就係一代高僧虛雲和尚啦。楊博士話佢拎住嗰本書，不由自主咁樣盤腿坐咗落嚟，接住眼前浮現出好多畫面，過往嘅人生片段接連閃現，但係都係倒放嘅。從佢依家回放到細路哥嘅時候，到佢出生，再到更多嘅前世，數唔清嘅輪迴記憶入邊，楊博士睇到自己曾經係乞兒，係男人，係女人，亦曾經轉身到唔同嘅種族，甚至出現喺好多嘅星球上面，嗰度亦有生命，有比我哋現代人更先進嘅生命。佢睇到外星生命嘅溝通方式，有啲係用語言，有啲係靠眼睛對視，亦有啲係心靈感應。即使有啲外星人睇上去完全係冇思考嘅狀態，但係佢哋之間仍然存在住溝通。唔同生命嘅溝通方式令人驚嘆。無數嘅前世記憶帶嚟海量嘅信息，就好似一場快速倒放嘅電影一樣。差唔多快結尾嘅時候，佢睇到心經入邊嘅每一個字喺佢嘅心入邊浮現，同樣係倒敘，而浮現出嘅最後一個字就係心經入邊嘅第一個字觀。楊博士從晚上6、7點坐落嚟入定，到佢睜開眼睛嘅時候，正好睇到咗日出。佢坐咗整整嘅一個夜晚，嗰個時刻，佢仿佛體會到2000幾年前釋迦佛喺菩提樹下靜坐，抬頭睇到咗宇宙繁星，突然大徹大悟嘅瞬間。因為呢一次嘅經歷，楊博士有好長嘅一段時間出現咗好強嘅透視眼，佢能夠睇到一啲人有某啲靈體附喺佢哋嘅身上面，有啲人會帶有前世嘅特徵，甚至能夠感受到某啲人有乜嘢疾病。佢仲睇到自己嘅父母背後都有天使。後嚟楊博士研究佛陀舍利，佢發現元素周期表上面一種名叫氡氣嘅稀有氣體，竟然喺佛陀嘅舍利入邊揾到呢種氣體嘅固態物質。佢發現佛陀嘅身體同埋佢嘅意識已經完全合一，身體嘅元素成分達到咗極其完美嘅狀態，但係佢具體實驗嘅內容係乜嘢，佢就冇透露啦，只係話時機未成熟，依家大家仲係冇準備好，只能夠點到為止啦。不過佢提到咗一句話，舍利子將會係完整嘅未來科學。佢驚嘆我哋喺釋迦牟尼開悟嘅2600幾年之後，仲係冇辦法走出佢嘅手掌心呢。楊博士根據研究發現，得到咗一個靈感，佢請一位從 NASA 退落嚟嘅朋友做一個陶瓷嘅槽。呢個槽好有意思，將水裝入去，水嘅結晶會改變㗎。如果喺入邊種植物，亦會長得更大更好，蔬果會更甜。另外，楊博士又請美國嘅一位朋友，按照佢嘅配方燒製咗一個更大嘅陶瓷做嘅槽。嗰個朋友住喺森林嘅旁邊，佢將燒製好嘅陶瓷做嘅槽放喺後院。第二日，嗰位朋友打電話嚟，激動咁樣話：發生嘅事太神奇啦！朝頭早我走過去一睇，發現各種小動物，有鹿，仲有好多鳥添，全部都轉入去呢個槽入邊，簡直就好似個小動物園一樣。準確咁樣講，就好似諾亞方舟。朋友話根本唔知道呢啲動物係點樣搵過嚟噶，好似呢個陶瓷嘅槽帶嚟咗好大嘅能量場，吸引咗呢啲小動物。喺我哋嘅節目入邊，曾經多次提到明朝開國軍師劉伯溫嘅預言，到咗末劫時期，人可以唔使出家，亦都能夠修成。喺楊博士嘅理解入邊，人間就係最好嘅道場，每個瞬間都係道場，24小時都能夠修行。楊博士話佢中意去大自然入邊靜坐，
喺入定入邊，佢能夠睇到神話故事入邊嘅仙女、地精、龍呢啲生命，呢啲都係真實噶。佢話宇宙繁衍出無數嘅世界同埋生命，而人類最多只係生活喺呢個其中最狹窄嘅一個層面。我哋所睇到嘅宇宙一啲代表性都冇噶。就喺我哋嘅地球上面，就有數不清嘅無形無態嘅眾生，同埋數不清嘅世界。我哋所謂嘅時空，只係我哋大腦人為嘅產物，係因為我哋俾五官捆綁，先至會有咁樣嘅認識噶。楊博士年輕嘅時候，好少跟人分享呢啲嘢噶，因為擔心講出嚟大家會唔理解，亦好難接受。隨住年紀嘅增長，心境嘅成熟，反而可以坦率咁樣講出自己嘅親身經歷。佢話寫呢啲嘢唔係想當作家，呢啲嘢亦唔係嚟自佢自己噶，而係宇宙透過佢傳落嚟，話俾大家知嘅咋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一度，感謝你收睇古今漫遊。如果你喜歡嘅話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羅賓，我哋下次節目再見。